大家好，我是小刘。最近2日天辣辣班上，忙得不得了，总浪向没辰光晒。今朝带来落街去看看，还有啥个新品。虎门外街浪侪是人，来落街待着。今朝中浪吃点啥呢？有点现实困难症。看其他人忙啥，我也跟里到一团忙。有时排队不插队。那个是啥个新品叫？那个是芥末啊，那么那个呢？那个是天衣地胖。那么阿姨，我搿地胖的芥末啊，帮我拿一个。哎，小姐，那个菠菜浇冻的几？那么那个帮我称个8块吧。哎，够。哎，小姐，中浪弄得简单点，荤菜原则，蔬菜么一张菠菜蛋汤，可以的。最来着，没点啥么子吃。来落街个新品海地胖的芥末啊，今朝上上课。我的菠菜汤，下鸡蛋。高主播了第2年不是，准备在端正海子，看看那个地胖，那个毛香鸡好汉，上看那个海地胖啊。灵，吃那个炸肉。里向肥熬头菜，好吃个。那个儿子不晓得了，该也不困着。你已经吃过中饭子呀？来落街一个海地胖领的，一只新产品是成功的。来上看一个。分明了。也是香，也是个嫩，稍微有点麻，辣米有一点点，苏州人应该可以接受。中饭吃海，那个量子蛮多的，一日天吃不光。二班2日天，现在下半日开始搬到门站中浪结束。海地胖的芥末鸭，正好门站中浪向还还当一顿荤菜。那个朋友们，这只视频就到这搭子，等到再会。